大家認識嘅 LP700啊，成日話着唔到咧，故障咧幾樣通病來去都係一係就係起動馬達啦，一係就係引擎過熱，甚至又係波箱啊、液壓組件啊嘅單元啊冇油壓啦，呢幾樣問題都係令到架林寶 LP700着唔到車嘅通病嚟㗎。咁但係身後呢台咧就有啲唔同啦，佢今次咧就啱啱準備過關啦，咁咧就已經着唔到車啦。咁咧拖翻嚟嘅之後咧，經過我哋診斷器溝通底下咧，發現咧其實咧入邊大家睇下好多一啲網關啊，甚至電腦溝通唔到嘅問題啊。15年啊、14年生產呢啲咪林寶咧，其實當年唔會用太高嘅科技嘅，通常係停留緊喺06啊、08年嘅科技，而且佢控制單元可以睇到呢一版啦，控制單元方面係非常之少嘅。呢啲咁嘅網關故障咧，其實應該好少會喺呢啲跑車上面存在嘅。經過我哋依家咧喺入邊嘅內邊嘅檢查，咁咧其實咧就係內部咧俾人哋裝咗一個外加嘅組件啊，一個卡陂嘅解碼器啊。咁市面上卡陂嘅解碼器咧種類品牌亦都非常之多，好多廠家唔同嘅生產，所以各個嘅車廠穩定性都有啲唔同啊。依家嘅情況主要我哋將呢個卡陂嘅解碼器拆咗啦，呢架車嘅亂碼甚至唔能夠啟動嘅情況已經解除噶啦，所以咧大家有時都要注意一下，如果有外加組件咧用得超過2年或者3年咧，如果發覺真係有啲唔穩定咧，就真係快啲去修理廠度拆咗佢啦。而且咧呢啲咁嘅解碼器一定要揾啲大廠穩定啲，唔好喺咩淘寶啊、咩閒魚上面揾啲唔係好高級嘅廠去裝啊，唔係咧真係會產生呢啲着唔到車啊、擾亂個系統啊、成個系統癱瘓嘅情況出現嘅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呢一點啦。